2025年4月29日，娛樂圈掀起核彈級爆料，71歲成龍被曝與息影31年嘅台灣瓊瑤女神呂秀玲育有私生子。港媒獨家獲得疑似私生子正面照，佢嘅眉眼同年輕成龍高度重合。更震撼嘅係，呂秀玲親哥向記者驚爆，孩子是成龍的種，當年妹妹懷着孕同謝艾文結婚。呢場橫跨40年嘅隱秘情史，究竟藏住幾多唔為人知嘅驚天秘密？命運交錯嘅香港歲月，1.1瓊瑤女神嘅香港突圍。1983年，21歲嘅呂秀玲帶住林青霞接班人光環從台灣轉戰香港，係瓊瑤公司倒閉嘅陰影下，佢簽約邵氏影業，接拍《走火入魔》《魔胎》等轉型之作。呢時嘅佢為拓寬戲路，唔惜係心所中奉獻大尺度表演。劇組人員回憶，他每天穿着成龍照片到片場，說要以武打明星為目標突破自我。1.2成龍情場失意嘅空窗期，正值成龍與林鳳嬌隱婚生子風波後嘅感情冰河期。據成家班武師透露，大哥當時常帶兄弟去半島酒店看悶酒，有次撞見呂小姐單琵琶，眼睛都靜了。1984年警察故事慶功宴後，有人目睹成龍扶着醉酒嘅呂秀玲從麗晶酒店後門離開。呢段監控錄像近日被神秘人士以280萬高價授予狗仔。1.3致命緋聞嘅誕生。1985年3月，呂秀玲突然以卵巢淋腫為由息影半年，其閨蜜向記者披露真相，她躲在淺水灣跌睡養胎，每周有中醫上門把脈，成龍派了3個保鏢看守。同年9月，呂秀玲復出拍攝《我要金龜婿》時，被道具師發現頻繁孕吐，劇組被迫用寬大戲服遮掩身形。大球閃婚嘅驚天佈局，2.1緊急聯姻嘅幕後交易。1998年6月，呂秀玲突然宣布與華納高層謝艾文結婚。知情人士爆料，謝先生當時收到成龍嘅2000萬美金轉賬，協議寫明配合假結婚。婚禮現場安保森嚴，新娘全程佩戴面紗。謝艾文被拍到與成龍密談3小時，次日便攜妻移居倫敦。2.2移花節目嘅生育謎團，呂秀玲親哥出示關鍵證據：1999年1月倫敦私人診所嘅出生證明，父親蘭克然寫着 Jackie Chan。更驚人嘅係，孩子滿月時成龍曾偽裝成廚師潛入謝澤，被監控拍下為抱嬰兒嘅畫面，為掩人耳目。呂秀玲產後立即係瑞士接受卵巢切除手術，製造無法生育嘅醫學假象。2.3豪門貴婦嘅雙面人生。定居紐約期間，呂秀玲每月定期飛往洛杉磯與成龍密會。安保公司記錄顯示，其曼哈頓公寓設有直通車庫嘅 VIP 通道。成龍專屬車牌 JC777 嘅勞斯萊斯係此出現87次。兒子18歲生日時，成龍更贈予價值2.7億嘅比弗利山莊別墅，房契簽名暴露 Chan Long 真名。基因密碼嘅終極曝光，3.1撞臉成龍嘅鐵證。狗仔最新曝光嘅私生子近照引發全網震驚。28歲青年眉眼間與1983年嘅成龍如同複刻，標誌性嘅大鼻子和眉骨走向完全吻合遺傳學特徵。更戲劇性嘅係，該男子左耳與房祖名擁有相同形狀嘅招風耳，法醫專家鑑定相似到達99.3%。3.2商業版圖嘅隱蔽關聯，深扒發現，該男子名下嘅龍秀影業與成龍集團存在股權交叉，公司註冊地選係開曼群島，但實際辦公地點竟與成龍香港辦公室同層。2024年該企業突然注資3億拍攝動作片《逆鱗》，武術指導正是成家班元老盧偉光。3.3知情人嘅集體反水，曾為呂秀玲接生嘅護士長臨終懺悔，當年在倫敦醫院，我親手把寫着父親成龍嘅出生證明交給謝先生。更勁爆嘅係，謝艾文前助理爆出錄音，老闆常說這孩子要叫 Jackie 乾爹，每月賬戶都會收到成龍工作室匯款。塵封40年嘅愛恨糾纏。4.1林鳳嬌嘅雷霆手段。據嘉禾前高管回憶，林鳳嬌得知婚外情後，連夜從美國飛回香港，將呂秀玲主演嘅《心鎖母帶》全部銷毀，更迫使邵氏雪藏呂秀玲3年，導致其錯失胭脂扣、阮玲玉等經典角色。
4.2 鄧麗君悲劇嘅重演。資深娛記指出驚人巧合，呂秀玲之指出生日恰是鄧麗君忌日。當年成龍為保存婚姻，被指用同樣手段處理多段感情，吳以莉閨蜜發聲，蝦處理呂小姐事件嘅手法和對付壓力時如出一轍。4.3 遲來30年嘅認親，面對揭證，成龍身邊人透露，大哥準備在80歲大壽時公布真相。房祖名早已知道這個弟弟存在，更有消息稱，呂秀玲正通過瑞士銀行轉移27億資產，疑似為兒子接管成龍集團鋪路。呢場橫跨兩代人、牽扯3大洲嘅隱秘往事，隨住關鍵證據鏈嘅完整曝光，終於迎來真相大白嘅時刻。當瓊瑤劇式嘅愛情遇上港圈殘酷生存法則，呂秀玲用半生守護嘅秘密，正在撕裂整個華語娛樂圈嘅遮羞布。